是？抱歉，谢谢哦。谢谢。谢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张先生，来很久了吗？刚才位置吗？这个辛苦了。两位先生，今天外面蛮热。对啊，最近很多刚走。对。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所谈的合约。那你看一下内容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帮我在合约的最后一页右下角，帮我签一下盖章。那上次说的，要更正的在第二页的13号，对，看一下。那应该就没问题。我看一下。主任啊。你是基督徒吗？为什么这样问呢？因为就是有一种感觉。是这样的。对啊，我看一下，他们合约里面的内容都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会再跟你做联系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那很高兴跟你合作。合作愉快啊。合作愉快。答案。对啊，你不是在努力吗？好久不见。这是我跟钟先生谈的那个合约，你看一下。有啊，有。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他确认过了。顾先生哦，他一直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哦，不是他讲的，就对了，为什么东西在看待的时候你都有带？不是基督徒吗？我不是啊，那我明白。因为其实我本身不喜欢香的味道，所以其实不喜欢拿香。真的，就像有一些人可能不喜欢香水的味，对。那个合约的话，应该可以吧？你看，那让我交给老板吧。谢谢，拜拜。小朋友，是谁3次不认主？是你的。为什么我会不承认我是
弟兄姐妹平安。哪一口？手里拿的。我们的学生才去独立教会回来，本来要去带夏季学校，后来碰上台风，本来很高兴要先去参加丰年祭，结果去那边帮忙那个整理教会，整理那个弟兄姐妹的家，还有一对在石山，他们去，但是教会也被吹坏了，传道人还受伤了，他们也是去帮忙整理那个弟兄姐妹的家，然后8月还要再去一次，因为他们没有做到他们本来要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8月还要再去一次，所以这是第一次在阿美族的教会主持青年主日嘛，但觉得弟兄姐妹我们的年轻人做得非常好。我知道台东中会的青年主日还是很严肃，就是年轻人私会从头到尾跟平常的聚会一模一样，只是换成私会祷告什么都是年轻人，没有看到这么好的准备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今天的戏剧有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我自己还感受蛮深刻的，我觉得他们蛮真实的呈现出了年轻人的感受。因为我在年轻人的服事也蛮久了，我之前在有人教会有3年的青年牧师，大部分接触的都是社会青年，然后再来现在做大专学生的事工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，所以大部分都在接触年轻人，所以大致上我觉得他们的戏剧就把年轻人的一些心声都表达出来。我不想现在像这样子的上班族，还没有结婚，或是刚结婚，